再来看台中市的警方在掠啉酒赛车后，查到2个骑倒摆个未成年的少年囡仔，其中一个姓张的少年人骑倒摆落跑，另外一个甲车等的人就落跑。警方是查一台乌倒摆再去遛人，嘛顺利掠到人咯。结果发现讲，这个骑倒摆载警察的，竟然就是迄个落跑姓张的少年囡仔。2名骑普重机的骑士通过路肩点，排气管发出巨大声响，引起员警注意。当员警要求2名驾驶停车接受检查时，2名驾驶假意配合，却在员警靠近时突然加速逃离现场。员警随即发动追查，并请1名路过的张姓民众协助拦查，最终将逃逸骑士拦下。没想到，这位张姓民众正是刚才逃逸的张姓重机骑士，立即示意停车，虽拦停无果，事后仍通知举到案。这2个违规的少年囡仔拢只有17岁，互警方是以无照驾驶、佮拒绝临检，跟真侪违规，除了车佮牌照拢互扣押，嘛会收到罚单哦，相当是会罚40万。